洗碗。太快了，来，我睡哈。漫漫长路，你敢会感到辛苦？风霜一路，披上大叶干电路，永不服输。茫茫大洋唯多前途，春夏有秋冬，叹岁月太匆匆。上camp地板架坐，休息一下别强诉。一條乾千山萬樹，披一下花香相扶。年一年滅風塵有愛，感謝有你上下天數。故事愛情清楚楚，永遠銘刻在心中。故事爱情清楚楚，目光来时路。神法是一面镜的，人也承認第一個清想愛完成的事情，就是對弟輩演出一家。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。事情冇像咁簡單咯，你跟我拍拍腹肌。好啦，跟我迄老爸講，很記吼，我反對用啥強下。等下，我單槍上去燒嘅小軒，去牙同學嘅片做心理治療聽聽呢。嘿嘿，嘿麼？哦，好啦，你冇事情，那先你冇喊。如果你谈想买吃的，给你用啥？應該就係你去甲指頭聽聽。嘿嘿，講到翕相吼，看看啦，其實會懂，啊小軒咪會有啲排泄啊，你聽你講下，做乜？邊度？啲命你冇可能瞎眼嘅。哦啦，规只偏粉吼，就对粉红泡泡，突然一下你孤单寂寞觉得冷。我在这啊，我不会让你孤单寂寞觉得冷的。我在，放心。你再来。田章公出多嘞，加做希沃卡。你媽姨講，老六期照顧到以後，希望娘媽嘅麻煩哦。六期真乖，錯嘞。六期有老唔講，幾台琴嘅事情。琴樣咧。迄年你送嘅，冇彩，我冇辦法老唔記聽為數麼。不過六期彈嘅時節，冇聲音老琴覺到咧，可能冇辦法推咧。那種小事情要被處理，
去中医收留店，但才个假死咧，店起来看门诊，个老千反问去，俺规家店路真去总得数。比如，俺不条来为大家去吃饭，阿强阿姨吗？好啊，俺先找你付一张啊。你总算来看我了哈，希望我就会去请了。阿姨，你那时了，我都放养啊。哎呦，你按摩汗搓摩哈，大可嘞，佢係窮樣哦。哎呦，就聽日把電秒到啦，嘿。做唔得啦，唔對都冇打算帶大可去尋先生哦。你會冇想過呢？就夾把呀，講埋太可係嘛，生命險哩，唔係保平，哎。阿叔就空空咧啊。冇啊，哪會樣個啥喏哈？我咪唔知太可係樣嘅咧，佢講正經愛帶佢去醫院，我咪唔知愛帶佢去那邊看診好啊。阿姨，遐個哦，喺我一下看嘅先生，你以後哦，唔做得放心，帶大可去請佢。你用會去看一啊，這樣事我心情唔好聽聽啦，一下冇事啦。好啦好啦，哎呦，有心事哦，講本先生談咩都好啊，吼，錯冇？你嘅樣片哦，我有看到啦，嘿。哎呦，我咪唔對佢講嘛，就，喲，聽講你啊，哈。阿姨，係條拜嘅事情啦，哦，一下以後啊，唔該，冇事啦。試茶試茶。阿姨，麻烦你了。可以了，你要不要再来心情整理以后？因為你呢姐姐冇來，我當叫冇看到，你可以打電話俾佢。哎，Lucky，呀嘞，佢可能冇縫片，你先食，下禮拜好不？哦。比較，你回來。哦，冇啦，條男有死嚟見佢。喺同鐵大嘅，加起幾多點食飯呢？冇用嘅呀，冇事情。
歹勢，係本送嚟轉來，今日送了佢轉去啦，看佢睡到天高咧。來弟，你剛還有那邊冇訴訟？伊死嚟都冇，今日轉去啊。好啦，我早啲去血關，安冇。安安。清清楚楚，目光來思路。你有收聽哪樣？是誒，就存到呀，你收到哪些？不看慢得嚟就會知啊，敢看得啦？不看就會有不看嘅用嘅啊。矮豬從講過啊，經過吼大可差字誒吼，唔好亂得。這些神明吼，看來大有神意，掌握報名牌不能要的。根本就沒買名牌。點然嚟買嘅啦，你雙拜大可差字誒吼，個字嚟當好，出嚟好嘛，仲下就有速度哦。這就係多好聽聽啊！太可係不平咧，平當久咧，根本就沒買神明附身，神明怎麼按你對他愛來的啦？本人家點然嚟買嘅，我真是。阿爸，快同講我，快睇生意啊！叫你。大哥，你不起掌控好嗎？嗰兩日我出院呢，上班老人講嘅事情。是嘞。樣嘅喏。我還蠻準備好。講正經啊哥，
因为硬会留给小轩天数。你中医记？哎，你用几条喏，都系中医记、中医眼、中医慢言，迄种事情哦。迄无咧。哎，人讲嘛该出院以后去医院应诊，嘛该杀工。我拜托，杀工呢，都变来做医院有谈讲种迄种杀工。迄讲迄阿妹迄年去做杀工，去功夫业，做主管条路咧。可能迄条牌唔伫沙公有结创业的。哈？医院因是要杀工应该唔伫啦，不过伫迄一件事情，了解有迄那一件事情，最近都会感谢佢。感谢佢，感谢佢。你我感谢迄物件不见阿妹尸体，很爽你来领露台爱好嘛？啊，来，感谢你。你是好嘞啦。过来。林大可吗？今天哪里不舒服？怎么想来看医生？你好，我是护理师王碧秋。你好。这里会不会很容易被找到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妈是偷偷带我来看病的，我爸不知道。如果我爸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来把我带走的。所以你觉得自己需要来看诊吗？能不能告诉我原因？我只要睡着，就会梦游，做出一些根本不是我会做的事，跟换一个人一样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高中的时候，常常被同学。这样子啊，抓起来！不要这样子啦！我又没有怎么样！不要这样子啦！不要啦！洗手点，你们起！打不打？这样子啊！好吗？下！打手！打不打？出来！也有今天啊！叫出来！越大声越好！叫！快点！不要这样啦！快点！不要拖我好不好啦？放我出去啦！闭嘴！我管的，放我出去啦！这个屁！你不要撕我课本啦！不要撕我课本！撕你干嘛？拜托啦！安静啊！我道歉了，我跟你们道歉嘛，放我出去好不好？放我出去，你们不要走啦！放我出去啦！放我出去！
后来他就不太一样了啦。他在家里整个晚上都不睡觉，然后就在客厅里这样走来走去。我后来才发现说他是睡着的，可是他眼睛是打开的，你知道吗？他醒来，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。之前没有带他看过医生吗？没有，就医生，不好意思哦，刚才在大可面前我不方便讲话，就我老公他不是很愿意大可来看医生，因为他觉得大可跟神明有缘。是什么原因会让他这样觉得？就大可梦游的时候他会撕纸，然后他有一次撕的时候，可能是在闹手机吧，然后他撕很多纸，然后上面有号码，然后很多人就透过手机看到了，他们说这叫直播啦。那一次的时候开奖也有开出来，那我老公他是一个宫庙的公主啊，从此以后庙里面的香火就很旺，很多人都来要名牌。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住院啊？是不是可以只要拿药就好？听你的描述，大可绝大部分的症状都跟梦境有关。如果不住院的话，我们没办法进行观察，也就没办法治疗，更不能对症下药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这我奈去，大可赢了。你又会按照就转来哈？哎，黑门大可也哈认同咱。那带佢去本先生看啊？看先生，佢有5万个票，还是看那个先生？先生讲佢有骗，讲佢嘅头脑有问题，要带院检查。我烫到个耳聋关来现，到哪只医？今后若是头才。你莫捅那东西哦！莫捅啊！动得！咱可能啊，做慢啦，像俺呀，听说要出天雕啦。本来啊。
好了啦。出院以后，冇咩问题，随时打电话，护理站随时都有你。今日呢，我要先按露台无上班嘅时间打。恭喜，杨轩讲我去应征啥工？迄讲有乜嘅爱听书嘅，记得留言讲。应该冇乜问题啦。一摆迄种係自己想要做嘅事情，唔會再發生上班嘅事情咧。好啦，来去了。杨浩，也係小轩我本人。俺子說，老小轩講，等佢準備好咧，下個陣來看佢。冇問題，好好照顧自己。唔用啥，要好好照顧自己。你好，我是杨浩。一見啦，唔俾人收好咧，唔是講英語咧。還有我要聽書的嘛？我老很寬水好咧。唔是咁啦，讓聽寬聽聽。喂，這點樣？相當係省人多嘛？我啦，老寬水。你個省人眼裡啊，加這了。唔是咁哦，阿公條下邊，我結婚哦，唔是咁，唔是咁，唔是咁。歹勢，甲遐阿公反應太大咧，佢唔係調水馬年呢，佢老一片嘅漂亮都懂好。弟弟，有冇用的啦？俺子說，那就等唱出來老聽書聽聽。杨浩出烟的哈，金錢講嘅一出係真嘅。係嘛？主講嘅第六感一準咩？還好哦，有乜解好嘅？因為唔係冇好托，像係阿忠啊、小白啊。各位，阿忠就不用，小白就好。拜托你不要再說了，文泡泡都要變成口吐白沫。什麼口吐白沫？好歹我也是一表人才哎。好，你就來這邊，就來這裡這樣子一表人才。啤酒鞋。師兄，第二個當表現在用誰啊？見本應啊。見本應。
玉秋，我爹都送长夜啦。那有可能。哦，不一样哎，玉秋姐，我睡饱哦。谈恋爱。都在你那，都在你那。都在你那。都在你那。您好，我这里是阳光医疗中心啊，请问你是林丽小姐吗？不好意思，您已经连续2次挂号都没有来喽。喂，我滚蛋了！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阿姨，大可迄唔迄啲孔夫中心嘛？我看到阿叔咧，唔好紧张哈，我也去看大可哈。你好，我来探病。我叫林大可，已经得到他家属同意了。哦，那你等我一下。碧秋，有哪来耶？林丽啦。有鸟啊？我看大可。看啊？我必须耶。今天讲起来看便宜的。跟我来。大可他爸有来吗？没有，你跟他们很熟吗？大可，姐姐，你怎么瘦那么多？你是不是都没有好好吃饭？有啦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方便跟你要一下 LINE 吗？方便。你不觉得很有缘吗？在我出院这一天遇到你。还好。他谁？还不认识。现在认识了吧？对。上。走。慢。
做狗长海，我去按救。走。是海。哦，只是。穿黄色衣服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不要靠那么太近。哦，我还没换下来，我已经好了啦。你会不会口渴？我去帮你倒水了哈。奇怪，你在这里有没有被人家欺负？没有。是有这样，你一定要跟我说哦。嗯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在这里有不开心的你，哎妈，你来的，是烟了哈。啊，差不多下来。他说。哎，先生，先生不好意思，找人吗？请大可啊！哦，请大可做掉前电机哦。我迄件麻油嘛好电机啊，送唔送？唔讲啦，因为规定，我先去把小孩。大可，先生不可以这样。先生中了现在这些人啦。阿爸。原来出现都要不得不去富临芳田，人啊哪会怪到呀？我也哈天天要带你出去。香，请我来医院啊。亚比先生，大可要治疗鸡目，会留意会议室听听你讲。系啦系啦。你有无白偏啊？爱死慢的鸡目啦，我也哈天天要带你吃。爸，可以啦。冷清掉啊！冷清掉。哎，要上台啦。冷清掉啊！冷清掉啊！这台这台，哎，要上台啦。冷清掉啊！冷清掉啊！哎，要这冷清掉。林先生你好，我是大可主治医师。李先生呢？安尼请好，你要夹夹老给潘俊嘅，我要急事，我带你走。嘿，乜家幾時啊？嗱康，佢做戲樓唔開名牌啦。唔都會講白啊！阿叔，你係咪要拿你嘅錢哈？幾買幾多啊？有錢就騙人唔是係冇？好啊，雙談講道理啦，做得啦。我老大可留到遐幾年，但係吼，人家都親好好照顧佢。不過人家都要知哦，大可是係帶天命的哦，都是係有乜嘅偵查，我聽錯唔會變過人家掉啦。啊哦，講乜嘅天命啊？我講乜嘅全部係神明講嘅好冇？唔都講白啊！你对医护人员按摩礼貌哦，迄个人迄神明哦，那就呛雷公、向雷公靠运气。你再我講嘅大佬，乜老講係唔幹嘛？好嚟啦，我又冇講唔錯。我男士同樣種點嘛，都會弄。人家頭吼，只會塞爆跳海，怎麼來插騙人嘅事情？尤其係你親後人也不看你看見的，慢點讀到，慢點就會甩啦。有難度。你呀，最愛笑哦，無嚇成人哦，變做啊三馬港鐵。講唔係批亂事啦，走啦！神經病啊！
我说过了，这么晚不要打电话来吗？啊，我知道嘛。不过这么晚你不接电话啊，因为刚公司做了一个决定啊，我觉得还是要先通知你，让你有一点心理准备啊。又是什么大决定啊？你们又要画什么更欠人告的合约了，是不是？啊？这有点难以启齿哎，毕竟你待了这么久，可是跟你合作的厂商没一个开心的，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公司其他的业务啊。你以为是我愿意的吗？哪一次不是你们逼我接的？我不想接，你们又逼着我接，然后你们还要我去陪笑吗？哈？哎，你收钱嘞，大姐。我有缺那个钱吗？我知道你不缺，所以公司也决定不再跟你续约了。你开心，我开心，大家都开心，不是很好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公司不要我了？哎，没那么严重啊，就大家好聚好散嘛。喂，喂。你真很有钱啊！走，有钱有乜嘅好？睇嘅錢都係用喺人嘅命換來嘅，睇嘅錢都係用。对，妈妈给的，妈妈已经问爸爸钱的，就可以转来，俺所有嘅錢都還你。阿爸會再來，哦，阿爸會再來。就係有錢，就走的留在那裡，那裡會愛死你。阿妹，我是没目標，阿爸會再來，阿爸會再來，阿爸會再來，有錢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唔好走，阿爸唔好走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唔好走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唔好走，阿爸，阿妹講神咧，錢都係捱嘅咧，捱幫捱，唔好離開台北好冇？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爸，再來好嗎？希望美國禮拜二，那個疫情爆炸，現時前發現有人喊傷，飛機後晝夜58人，最裡面已從有48個人。
不很适合，每度人他嘅家属林小姐，你爸爸买了好多好多的保险留给你。就谁都在你中，还定在身边，也抢走的一刹那相依，你有空的梦，你低甜的夜脚步，你梦做对唱，你梦做对唱，你梦做对唱。就谁都在你中，还定在身边，也抢走的一刹那相依，你有空的梦，你低甜的夜脚步。哎，郑来，给老曼领供天发。前一步的你去要从头留给林立同天花，你也惨咪有下无哦，金比唔点样好点点的有大天花来，我头下啊，通去你用啥供天花，吃到乖乖嘞。Lucky，哥哥，姐姐讲叫去动员所参，去服兵的啊。来，喂，玲玲。来，加速我们车门上车。结日真，老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，有着会上冲。都经历过轻大的创伤触及，但像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嘅病人，为了反应表现出来。电到结日真嘅病人，会利用心理防卫，老七家还有结着痛苦嘅回忆分开。有着病人会失忆。有着病人为到上分嘅所在行来行去，有着病人会创造出另外一种人格，也着行为嘅目的都强用，都会为到啲精神受到触及前保护自家。经过啲动嘅治疗，也着整条做啲改善，不过啲佢条做啲面对现实前。一条路比万年上的都还较长。阿爸，我不会开什么名牌，我一直都不会开什么名牌。压力血困，我马该唔一样。你先生啊，唔对呀下黑马该关系啊，唔过呀黑俺嘅身体啊，我喺度问你啊。我进来住院是为了保护大哥，替你们这些没有做事的人做好你们该做的工作。该做应该海生，帮帮我。有空多么，我低甜的夜脚步，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。谁唔得？留下一个拥抱，伫上意嘅世界做地好，挫败嘅未来无彩。你我唔要在意，其实未来要选择经验，我唔要在意，马该喜爱你係唔係？恨你呀？
就谁都在你中，一定爱身边，也抢走的，一撒来相依，你有空多么，你的天地也会脚步，一梦做对错，一梦做对错，一梦做对错，就谁都。